好，谢谢各位。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一个特别的合作发布，我们请看大屏幕。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将、动画重器2069军事顾问徐根初。有请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金盾影视中心副主任李国胜。有请哔哩哔哩党委副书记冷松。有请上海福煦影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袁峰。有请4位。欢迎4位，请您中间请。首先，我们也开始介绍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发布，所以我们要邀请徐将军为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这个重磅的合作内容究竟是什么。有请徐将军。我说的吧。大家好啊。谢谢。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金盾影视中心及人民的名义巡回检查组发行以后，和佛系影视 B 站进行了军民融合创作之路，推出了重器2069。未来5年，我们还将继续合作，产生更多的军事题材的动画片，包括我们陆、海、空、天、火箭军、战略志愿军各军兵种的故事，展现军人精神、军人精彩，大国重器，塑造文化自信。在这里啊，我要和我们李国生主任向大家通报，只要你有关于军旅文学的故事剧本，我们都会使你和我们进行共同合作，变成优秀的文化作品。我们有军事专家、军事创作者和制作团队，所以我们期盼继续和佛系影视和 B 站进行深度的合作。另外，我们从此要启动军旅文学动漫化。谢谢。另外啊，我今天很高兴见证重器2069发布，这是我国第一部以航母为题材的军事动画片。我想它的问世必将引起
年轻人的关注和爱好。我预祝军旅动画片越搞越好。谢谢。谢谢徐将军，谢谢。正是因为有了人民子弟兵的负重前行，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岁月静好。我们也希望这部作品可以致敬人民子弟兵，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军旅动画。接下来，我们也邀请冷书记、李主任和袁总发言，共同来讲述一下你们各自的感想。好的，大家好啊，今天非常高兴啊 ，B 站和金盾影视、福煦影视共同开启了军旅文学动漫化这个合作。正如刚才许将军讲到的，我们的合作一定会给 B 站以及广大的国创爱好者提供丰富的军旅题材的作品，展示军事文化思想，突出民族文化自信。我们也相信，重器2069一定会在 B 站的国创动画中大放异彩。谢谢大家。谢谢您。祝重器2069圆满成功，祝军旅文学题材好剧迭出，再创佳绩。谢谢大家。谢谢您。重器2069的开机，应该是为我们军旅文学动漫化创作开了一个好头。我们祝那个重器2069长风破浪，扬帆远航。谢谢。好，谢谢，再次感谢各位的祝福。我们请袁总在舞台上与我稍事留步，其余3位的嘉宾，请您落座休息。谢谢您，谢谢。哎，这边请。但是要请袁总与我在舞台上稍事留步，您这边请您移步到我的身边。那刚刚听到了我们简单的一个介绍，相信大家一定非常期待《重器2069》这部作品，所以接下来我们先一同观看 PV， 请看大屏幕。呼叫海南基地，这里是16A， 我们遭到不明飞行物袭击，伤亡惨重。我们必将胜利归航。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重器2069》制作人陈诚登台，与袁总共同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这部作品。有请。欢迎您。那接下来欢迎2位，也要辛苦一下2位。首先要问一下袁总，为什么会想到给这部动画取名叫做《重器2069》？什么是我们创作者心目当中的国之重器？重器，因为这个名字其实一听大家都明白，就泱泱大国，然后包括我们的海陆空天，有讲不尽的那种重器的一些故事哈。但2069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公元2069年，为什么起这个年呢？这是我们算下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20年，祖国也迎来2个甲子，也是我们那个创作人员吧，对我们祖国的一份祝福，
应该是，所以起了这样一个时间。然后另外呢，一个问题是，一般一艘航母的服役时间应该常规是40多年嘛，我们算下来应该也是16舰该退役的时间。而我们的剧作也正是按照这个时间点，故事由它这个时间点是展开的，围绕这个时间展开。所以，还有一个，当然因为它是一个军旅题材的一个偏科幻的这样的一部戏，所以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也大胆的对未来的一些作战系统也好、指挥系统也好进行了大胆的假设，然后创作也发挥了我们创作的一些想象空间。反正还是期待吧，期待我们这部戏能够获得成功。非常期待，因为内容听上去既是非常硬核，同时也饱含着每一位创作者的爱国深意。那接下来就要问一下我们的陈老师，因为《重器2069》作为国内首部以航母为题材的军事科幻动画片作品的话，片中可能会出现哪些军事装备？能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吗？其实重器这个题材在前期创作的时候是经历了非常痛苦的一个阶段。因为它不像我们普通认为的一些科幻片，它是可以发挥无边界的想象。它其实很多是在军事范畴领域里边非常专业性的用语也好，工具也好。其实我们前期创作的时候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框在里边进行二次设计的，包括里边的人的生活习惯。我们也讨教了很多军迷，也拜访了很多行业里面的很多专家，他们给了我们很宝贵的建议，和包括和军人的一些生活习惯，让我们应用到影片当中。包括我们也会针对你的无人系统，包括它的通讯系统，包括它的未来的很有可能会出现的这种军事系统，我们进行2次的一些创造和设计。那这些是我们在整个创作里边需要摸索和探索的部分。这点我觉得才是军事科幻领域里边创作的重中之重。谢谢两位的分享，也能够感受到每一位主创团队的成员都是下足了功夫在里面。我们也非常期待这部作品。其实今天辽宁舰总设计师朱英富老师也通过 VCR 的方式来表达了对于重器2069的期许和祝福。我们一起看向大屏幕。中国海军正在走向远洋，走向深蓝。衷心希望福煦影视能以动画形式创作一些反映海军装备发展的科幻作品，并通过作品传递出正确的价值观导向。祝福重器2069取得成功。看过了如蛟龙破浪的国之重器，下面让我们再将目光投向下一篇章。何谓传说？那些神奇的人和事，逆境里不屈的魂灵，惊险刺激的战斗，矢志不渝的爱情，凡此等等，皆可谓之传说。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传说之章。首先，请欣赏《雾山五行》主题曲《渊海无畏》武术表演。风雪人纵线，铃木白手心，火影角魔乱，闪入梅林神，陈灵无味道，中随藏身心，木之无我缠，故送迷途人。散出人心，山林空云深，无常到轮回，心将它错认。善恶一念论道义，世间禅语非非。
叹人手要领略无形，阴阳中成为武士，苍穹风云到无常，宇宙洪荒云释放也，敬畏之阵营，欢愉满天晨星。你可能根本不了解那种力量。国术，只杀敌，不表演。这招呢，在八卦门中叫撩阴掌，在形意门中叫转环崩拳，在太极门中，他叫唐子琛。河边的一次偶遇，他带我成了一个现代习武之人。可他的世界并不简单。
这种事怎么能少得了我？五雷！终于来了个能交手的了。别让我失望啊！想起来了，老子就是妖城司排名第1，王道奇。好的，看完了精彩的 PV 之后，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邀请各位主创来到台上。下面让我们有请雾山五行导演灵魂、石梦猫总编剧于海、万维猫动画联合创始人陈明、声影动漫导演白洁、番旗动漫负责人大象无形编剧赵夏玉、元龙执行制片人制作总监傅坤，有请各位。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首先，我们要来采访的是雾山五行的领导，因为在雾山五行开播之后，真的收获了太多观众的喜爱，而且大家一直有个传说，就知道你们制作人员那个表的时候，发现哇，制作团队的人真的很少，但是呢，制作出来的水平真的很好，而且我们的导演是导演、作画、唱歌全能。然后我刚看微博的时候，我前面在报幕，我说要放这个曲子的时候，他们以为领导要上来唱歌，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一下下。但是现在我们要问一下领导，就是我们第2季的主创团队的人数有增加吗？然后第2季能不能早一点和大家见面？好，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我是六道无余的灵魂，我导了《雾山五行》这部片子。那从去年开始，这部片子出来之后，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冲击。我们没有想到自己会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也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关于主持人刚才问的问题，我们的团队人数，虽然大家都知道之前大概是这个数，对吧？是的。我们现在可能是比原来翻了1倍左右。翻了1倍，哇，翻了1倍。对，听上去很完美。对，就是很大的增长，感觉是。是的，是的。然后，因为我们其实，在有第1篇的基础上，我们还想把第2篇我们做得更好，质量做得更高。那我们其实虽然人数在增加，但是我们的制作难度同时也在增加。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以最好的一个状态去做出最好的一个作品给大家。所以希望大家多一些耐心，多一些等待，我们一定会很快的见面的。谢谢。好。前面铺垫了这么多，就是大家一定要多一点耐心，也希望有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到团队当中来，和导演们一起来创作这个精彩的故事。那同时，大家也会很关心《雾山五行》第2季的更新方式，因为第1季的时候是放出3集嘛，在第2季的时候更新方式会不会有所改变呢？因为我们现在还在紧张的制作当中。我们还没有进入到后期的一些剪辑活动，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答复是，我们的总时长肯定是会比第1篇章要更长。
谢谢。好，没问题，有这个定心丸，接下来就还是辛苦我们的各位主创团队们继续加油，我们也一定会充满耐心的等待。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问我们的于老师，疾风竞速是以赛车竞技为主题的，那做好这样的一部动画的话，需要做哪些功课？比如说您各位主创是真的需要一起去学赛车吗？如果要是真想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所有的主创成员成为赛车手的话，可能有点费团队。是啊，就是，所以，但是我们也确实进行了很多场的这个卡丁车的这个激情训练，为了体验一下这个赛车的魅力。确实这个赛车比我们想象的要更费体力。我们也在这当中收获了很多。除此之外，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比如说我们去了重庆，还有成都，一共4个大学生方程式的车队，然后和他们进行了交流，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给了我们很多的灵感。除此之外，我们和这个大学生方程式竞赛的这个组委会进行了联系，然后组建了专家的团队。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个动画片里的赛车都是由真车的设计团队来完成的。也是为了力求严谨，然后为了增加我们的这个校园气氛呢，我们还在全国各个大学进行采风，有真实的场景会出现在动画里，所以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然后因为我们整个团队都非常喜欢赛车，所以我们也希望能把我们喜欢的东西分享给大家。希望以后提到赛车动画，除了四驱兄弟、头文字 D， 还有这个高智能方程式，还能想到我们的动画《疾风竞速》啊！谢谢大家。好，谢谢。那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能够感受到每一位主创们在自己喜爱的事情上面真的是下足了功夫。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陈总，因为听说《龙蛇演义》的全篇的打斗都是请到了专业的武行人员进行模拟的，是不是这个样子？是的，是的。那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讲述一下这些精彩的内容，好不好？好的，你不问我也会在这里说一下。首先我先说一下，我戴着墨镜上台呢，不是在我们 B 站的地头装酷，主要是挡黑眼圈，有很深的黑眼圈。就像刚才我合伙人，就上一轮无限恐怖的这个制片人，也是我们《凡人修仙传》的导演王宇仁，王导一样，你们看他黑眼圈就知道了。我们现在这几个项目呢，都是在紧张的制作中，而且已经是做到了很后期了，很快就会和大家见面。像《无限恐怖》和《龙蛇演义》，我们的动作指导团队都是用了木宁木导的团队，也是我们现在《凡人修仙传》年番的动作指导团队。所以呢，这一套设计我们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你们可以看一下，明天马上要更新的《凡人修仙传》的年番，就知道我们现在《龙蛇演义》的这个武术动作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能到什么程度啊！非常感谢。好，谢谢陈总。您不说我还好奇，原来这个是为了遮盖一下大家付出的这个辛苦，辛苦您了。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白导，对于这个斯路德空中女武神，它有一个特殊之处，是听说它是根据同名游戏作品同步开发创作的一个动画作品，甚至有可能明年会与游戏同步上线。所以请我们的白导在这里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项目当中有哪些特殊的经验，或者在制作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是的，我觉得最有趣的部分就是松影动漫跟游戏团队的这个合作过程。首先，我们会跟游戏团队一起确认哪些主要角色，游戏的主要角色会在我们的动画里面登场。确认完了以后，再确认它的核心世界观，然后我们就会基于这个核心设定来进行一个再创作。比如说增加一些新的原创角色呀，给他们一个完整的故事呀，然后让这些游戏里面的主人公能够在我们的故事中经历考验，然后结识新的朋友，并且收获到成长。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呢，我们也会把这些新的剧情啊、新的角色呀，跟游戏团队的小伙伴一起交流，他们呢也会把他们的感受反馈给我们。有的时候游戏团队的小伙伴就像这些角色的老父亲一样，就是嘘寒问暖。就比如这个闺女喜欢吃什么呀，对什么过敏啊，然后我们给她设计了新衣服呀，还有新武器、新道具，就会同步给我们，就寄过来。我们就非常感谢。相对的，就是游戏团队也会非常的理解和尊重我们动画和游戏在创作思路和工艺流程上的区别，给了我们很大的创作空间。非常感谢，也非常开心。整个感受就是这样，就是斯路德是大家的宝贝，就是我们正在一起努力，希望明天他在那个 B 站上播的时候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谢谢。
好，谢谢。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动画团队和游戏团队都在操着老父亲和老母亲的心，用心良苦。谢谢您。那接下来是大象无形，它讲述了人类和我们的妖灵之间如何共存的奇异冒险故事。问一下我们的赵老师，为什么想要创作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其实灵感有的时候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吧。当时脑中出现了几个画面。就是道士捉妖的画面，然后只是区别于传统那个概念中的道士形象，只是觉得设定可以做的另类一点，装逼一点，再加上《山海经》的元素，团队觉得挺有趣的，所以我就去做了。也是灵光一现，然后呢就想着做出这样的一部作品来，对不对？对。接下来也在未来期待这样的一部作品和大家见面，我们也期待这样一个与传统文化交融的动画作品。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副总，袁龙的第2季当中，宋嫣失忆了，忘记了王胜，大家都很期待他在第3季当中能否来恢复记忆，能否小小的透露一下这个走向？上台之前想了很多我以为的问题，果然大家还是比较关心王胜和宋嫣的这个情况。王胜和宋嫣呢，虽然说宋嫣有在第2季的结尾有失忆，但是这个是我们计划当中的。在第3季当中，他们2个当然会继续的在命运的过程当中相遇、相交、相知，然后共同一起解决很多问题。最后呢，我也想说，这个知道错了的一定会改，然后跌倒了肯定会爬起来，丢掉的东西一定会找得回来。袁龙3，它是一部非常棒的爽番，请大家期待，谢谢。好，谢谢，再次谢谢各位主创的介绍和分享，谢谢你们各位，请落座休息，我们共同期待你们的作品。那下面我们即将继续传说之章的发布，请看大屏幕。任何掌权者都会忌惮这股无法把控的力量。楚星，这是哪儿？醒醒！来敦煌，找到我，敬这大千世界回还。或许我们应该再给白鹿一个机会。风无正行，烈风扬阵。愚蠢的凡人伎俩！好好享受我为你编织的噩梦吧。万千年前，天地初开，六族征战不休。
叮嘱林氏，逐鹿山海界，杀戮天下，伏尸百万，而后血祭苍生，聚天地万物之灵气，化为己用，镇压六族豪杰，无敌于世间。剑无虚鞘，再无苍魂，叮嘱不绝，武魂不灭。天劫降世，我们的故事将从这里开始。江姐啊，你要替我们出头啊！北城那边都是库尔曼的地盘，阿帮人太凶了，我们就是些卡车司机，阿帮人啊，二话不说就把高阳哥的手给砍掉球了一只啊！他们是见一车劫一车，见一车劫一车啊，都没得人敢骑喽。你跟他们说。这是贺江的车了吗？说了，他们说这个贺江他是，说他就是个卖弄风骚的通缉犯，去了照样抢。这路匪也太他妈多了吧！而且到处都是，简直无法无天。那就打呗。可阿江，你头上还挂着1000万悬赏呢，能去北城吗？那还能怎么办？除了南帮我们通车，剩下的北城西体2个大帮一群亡命徒，平时谁敢跟他们杠？回来还有一帮下课城的交通警，逮着就罚，拿枪指着你的头。高阳哥在哪儿？还在医院里头躺着。得去北城。库尔曼必须在高阳哥面前跪下，留下一只手。我才不管什么悬赏，什么土匪路霸，该赔什么赔什么。让他知道什么叫法律。这个沙块地区连个正经的警察都没得，哪有啥子法律嘛？没有不会定吗？给我2只今日限定粉。哎，看那个人，干嘛呢？好贵！谁呀？站住！他呀，他就是苏家赘婿啊。物业，加油啊！好嘞。
哦，哼哼。时间刚好。娘子，味道如何？这东市的豆花果然强于咱家西市。相公辛苦了。对了，相公，广告位谈的怎么样了？等播出后就有了。好，那我们就认真期待播出后之后，各位都能够收获很好的反响。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各位主创一同上台来，有请中国奇谭总导演陈廖宇，玄机科技执行制片人魏江涛，神幻九州总经理姜造，长剑风云导演韦奇，赘婿动画制片人邹衍，有请各位，欢迎各位。那首先是我们的中国奇谭是由8个源于中国文化的故事组成，所以首先请陈导能否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部作品是如何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和东方哲学的？为什么一到我这个片子问题好严肃啊？就很深入感觉。对，首先我可以向大家保证，中国奇谭这个片子不用催更，因为大家都看到了，我们有10位导演做8个独立的片子。将给大家带来8个完全不同的妖怪故事。之所以8个完全不同的妖怪故事，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有10位导演，还因为我们对妖怪的理解的不同。大家一想到妖怪，都是好像是一个很古代的，或者说深山老林里的事儿。实际上，妖怪无非就是人们精神世界的一种外化。那么古代人对妖怪有想象，那么现代人同样也会有自己想象的妖怪。所以我们每一个故事不光是来自古代，也有来自现代，甚至还有来自带有科幻的未来。所以一定是完全大家可以以往看过的不一样的妖怪的故事。至于中国哲学，我认为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我们是有10个中国人做的10个中国的故事，它自然就带有中国的东方的元素或者哲学意味在里头。因为我认为真正的自信并不是要刻意的找一些表面的元素，或者刻意的去标榜我自己的身份。所以我觉得它是自然具备中国哲学的一个作品。作为上美影出品的一个动画作品，大家都知道，上美影的前辈们，实际上今天我们都说到创新，实际上我们的动画前辈才是真正最有创新精神的一代动画人，所以他们才会有那些我们看到的以往的经典作品。所以我们一定会秉承前辈们的这种精神，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动画片和不一样的妖怪。谢谢。好，谢谢您。的确，妖怪既来自于每一位导演对其的认知，同时妖怪也源自于我们从小看到的太多这个古代故事、神话故事当中的描述。我们也期待着，在我们这部奇谭当中，究竟有怎样的妖怪的故事和大家见面。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作品呢，同样也和妖有关，就是我们的《天宝伏妖录》的第3季。要问一下我们的魏总，《天宝伏妖录》第3季现在进度怎么样了？在这中间有没有哪些好玩的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或者跟大家吐吐苦水，遇到哪些小难题？天宝的第3季现在正在如期的进行当中，目前已经进入到后半段的制作。在制作中遇到的困难主要是我认为人数众多，像数十万尸鬼的战斗，以及像暴风雪、雪崩这种大型的特效，对我们的制作来说可能会是一种考验。那另外在制作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比如我们在制作尸鬼动画的时候，
为了更好的把动画做好，我们的导演每天会带着我们的动画师去模拟僵尸的动作及表情。那段时间在公司里随时都能看到，一波一波的那个僵尸在面目狰狞的在你面前走过，所以说，尤其在晚上的时候，还是比较恐怖，也比较好玩儿。好，因为我本人在《天宝伏妖录》当中也配演过一个小鸡精的故事，所以听上去特别的亲切，谢谢您。那接下来我们的下一部作品《冰主奇魂》的故事是发生在《山海经》的神话世界当中，所以请问一下我们的江总，《冰主奇魂》的作品当中应用了哪些《山海经》当中的元素或者是说典故呢？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冰主奇魂》的编剧跟导演之一。我们的总导演张金琴先生因为疫情关系不能来，所以由我来讲一下这个故事的内容。好，我们《冰主奇魂》的所有的场景和80%以上的角色设计都来自于《山海经》的灵感，同时也会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好的元素。场景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主场景叫临海城，它就取自于《山海经》开篇《南山经》的第1章，叫做东海之滨，然后雀山之东，西海之滨有一个小城，所以我们取名叫临海城。那么临海城是《山海经》的开篇，同时也是我们《冰主奇魂》主角团队冒险的起点。那么讲到角色设计就更有意思了。我相信对《山海经》有所了解的朋友应该知道，《山海经》中很多角色都是可以吃的。对，比如说我们刚才在那个 PV 里面最后那一条鱼，我们的片中命名叫七彩鱼。但它参考的是《山海经》中的叫做多闻鳐鱼，然后《山海经》对它的描述是鱼生鱼状是鲤鱼，鱼生而鸟翼，然后常行于西海，业于飞，然后音语如蓝鸟，最后是大家都会想听到了味甘而甜美。行，然后我们神幻九州团队在冰主奇魂的世界里面会构造一个非常独特的山海世界。敬请大家期待，谢谢。好，中间差点以为《山海经》变成了一个食谱的感觉，那非常期待在《山海经》的这个宝藏之下演绎了怎样的故事。接下来问一下我们的韦导，在《长剑风云》作为国内首部由虚拟演员主演的动画作品，在第1季中就有着不错的表现，而我们的主演贺追也收获了非常多的关注。那么这位东邦女卡车司机在第2季当中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和大家见面呢？首先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虚拟影业的导演V7。在《长剑风云》第2季现在已经在制作过程当中了。那么第2季呢，仍然会是以围绕着女卡车司机贺江和她的卡车车队的视角来展开。那么在第2季当中，他们会面临更大的主线矛盾。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展示更多的这个不同的地貌。然后出现更多的新角色以及不同的各方的势力，希望能够给大家感受到一个更加完整、更加可信的一个世界观。从角色上面呢，除了有新角色出现，那更重要的在第2季当中呢，也会有更多老角色主角团的他们的一些成长、蜕变，甚至是牺牲。我们也吸取了第1季的这个经验。所以在第2季的刻画当中，大家也看到女主角有了新的造型。那么我们也从她的行为逻辑上面去希望能够让主角贺江的表现更加的鲜活、更加突出、更加的这个上头啊！希望大家记住贺江，希望大家支持《长剑风云》，谢谢。好，谢谢，也希望《长剑风云》继续让大家上头。接下来这部赘婿作品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因为无论是小说还是改编的影视剧也都很火热。所以问一下我们的邹总，在这一次赘婿的改编制作上面，我们的制作组有哪些独特的设计吗？是的，那赘婿啊，首先它是一部热度非常高的一部作品。我们很有幸能来制作这部动画，就是赘婿的动画版。这部作品啊，在制作之前我就非常喜欢它的小说，还有电视剧啊，非常喜欢原著当中的这种人文情怀，还有侠义之道。那么我们改编的时候啊，除了原著这种经典场面的还原之外呢，
我们还特别注重打磨了非常多精彩的这个故事桥段啊，有这个撒糖、甜宠、爆梗，同时呢，大家也能感受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这种侠义之道。那么在画面当中啊，我们着重去还原古代江南的这种亭台楼阁的美景，还有古代人物服饰的这种美感。总之呢，我们希望通过美轮美奂的画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部不一样的赘婿啊。本来呢是应该由我们本片的导演郝超来在这个发布这个作品啊，但是疫情原因啊，他不能到来。我在这儿呢也跟导演打个招呼啊，牛逼我帮你吹出去了，你要加油啊！也希望关注赘婿的小伙伴都来关注我们这个动画版的赘婿，谢谢。好，谢谢。相信我们那些年吹过的，一定都会变成现实。再次感谢各位的分享，谢谢你们。我们也期待各位的作品和大家见面。各位请落座休息，谢谢大家。同时，卜星司缘起的于斌导演由于疫情的原因无法来到现场，现在我们通过于斌导演发来的 VCR 来了解一下这部动画作品讲述了怎样的故事。Hello， 各位 B 站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军艺新的导演于斌，今天向大家隆重的推荐我们正在创作中的一部动画番剧《卜星司之缘起》。卜星司呢，这部小说呢是由8位大神作家共同创作的一个故事合集，《缘起》呢是它的第一部。整个故事围绕着一块神奇的干星陨石展开。那么为了争夺这块异能之石呢，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跌宕起伏的江湖轶事，同时也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的异能英雄群像。那么整个小说的故事背景呢是在汉朝时期，所以我们在剧中有展现阴阳家、墨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哲学以及他们的文化符号，同时也有豪门士族之间的明争暗斗，我们也为大家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异能战斗的奇观。所以呢，缘起是卜星司的起点。那么今后呢，我们也会陆续开发其他的几部作品，也会共同的延续干星陨石这一部主题，所以为大家会徐徐展开一个全新的江湖世界，敬请期待喽！谢谢大家。哇，刚刚这个是我逝去的青春啊！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中手游董事长兼 CEO 肖剑，有请。欢迎肖总，您慢点，不着急。哎，欢迎您。《仙剑4》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游戏 IP， 刚刚不管是音乐还是画面一出来的时候，
青春回来了，我相信弹幕上已经要疯了，应该。那现在问一下我们肖总，对于像《仙剑4》这样的一个经典的游戏 IP， 您觉得它在与哔哩哔哩的合作上，会为游戏粉丝和未来的动画观众会带来怎样的惊喜，或者是不同的体验吗？好的。首先我们和 B 站呢，此前在游戏方面呢，其实拥有丰富的合作经验。其实从我们用户的数据上来看呢，此前玩《仙剑》游戏的 B 站用户其实占的比重还是相当高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 B 站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作环境。所以呢，我们的很多的《仙剑》的玩家其实也在 B 站上面有很多优秀的二创的作品，其实也可以搜索得到。那么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用户群其实是非常重合的。那么在我们此次合作当中呢，我们也达成一个非常高度的共识，就是我们要用尽最好的资源，用心的制作，去给大家奉上这样一部优秀的《仙剑4》的动画作品。所以也请大家期待。是的，因为我看到这个名字这几个字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激动了。接下来我问一下肖总，您对于《仙剑4》的动画开发会有着怎样的一个期待呢？因为动画是非常好的一种故事的表现的方式。是的。对，然后呢，随着这个技术力的发展，其实对于整个故事力的一个表现，会带来一个更高品质的一个表现。那么《仙剑4》的这个动画，那么和 B 站在这个合作过程当中嘛，我们也是会用尽我们的最好的一些技术的伙伴包括我们这样的我们的《仙4》的这个单机的制作人张孝全也会带领我们上海的团队，在整个的《仙4》动画制作过程当中会全程参与它的创作我们希望力求能够还原我们原作的这样一个核心的精神和故事，所以我们也很期待的这部作品最终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希望能够给我们所有的仙剑粉丝带来首部仙剑动画作品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期望吧。谢谢。现在我已经提前替大家先期待起来了，因为这个 IP 也好，游戏也好，所有的人物故事也好，我们无比熟悉，但是同时期待着一部精彩的动画作品的诞生。同样，在这个时候，大家也会非常关心，就是中手游和 B 站在后续双方还会有哪些的深度合作，也请您为大家介绍一下。好的，我们在这次公布了《仙剑4》的动画合作之外呢，那么我们双方最近针对仙剑 IP 也在持续的规划我们后续的一些内容合作。那么我们相信在一个合适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进行宣布。我们也一定当全力不负我们仙迷所望，所以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感谢。好，再次谢谢肖总您的分享，感谢您，非常感谢，我们共同期待这部作品的诞生和见面，谢谢您，请落座休息，谢谢。接下来这个篇章的作品风格各异，他们有的天马行空、大开脑洞，有的写照真实、聚焦市井生活，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呢，就是拥有能让人快乐的秘诀。那么下面就让我们共同进入愉悦之章。国创动画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萧景云，你怎么还在看折子？你以为朕跟你一样草率？自然是在查阅这次都有哪些佳作。那就与君共赏吧。民间传言，第一个得天花的是皇后，因着皇家处置不当，才使疫情肆虐，天灾频频，京中谣言四起。臣万死，请皇上登台祭天，写一封罪己诏。
天命不可违，臣妾只能尽力了。徐玉，朕命令你，不许死！害你的人，朕一个都不会放过。陈徐玉，前来救驾！我其实不会修仙。你怎么混进来的？拿到关键户！我修仙都是靠的系统开挂。随便弄弄，随便看看，随便练练。你这系统是随便写的吧？要你哭，我辣，变仙女。天哪！啊！系统，你玩我！要我辣。多血宿主升至1段，升至2段，升至3段，4段，5段，6段，7、8、9、10。上香，太快了！上升了！拿到关键户的主手镯又上升了！1万花红是俺的了。我想低调。山林，真想低调。你是俺的，必须低调。山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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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全家都是安林。你就是安林？陪我打游戏吧。我安林最喜欢打游戏了。不是我不想低调，实在是我实力太强了。安林，你怎么样？我好像又要升级了。大一班，安林，请赐教。呀！你怎么做到的？我就是随便打打。安林！我是安林，我修的可能是个假仙吧。哇，霆哥，你看这下面黑压压的坐了好多人，真热闹啊！现在做动画的都这么闲吗？剧本写完了吗？分镜画完了吗？修改意见提完了吗？所以我们才不参加国创大会吗？那是当然，我可是很忙的。但是我们不出圈啊！你看数据。霆哥，上次有个卖牛杂的理发师来传授经验，好像双重人格主角比较受欢迎哦。我倒是听到有人希望把汉化日记改成娘化日记。求求你们了，做娘化日记吧！大概就是这样。这样会有人看才怪哦。听说隔壁妖精会馆开发了一款游戏，要不我们去那里做做任务？正好我们也有猫。我可以换画风，你有钱买专属主机吗？那个，听说那边照相馆上一季有员工被刀了，可能有职位空缺，要不干脆我和地魁去应聘下一季，连头发都不用染。出发。好走不送，国创动画就靠你们了。恭喜你们成功报名参加国创动画发布会。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现在正在直播。汉化日记第3季，我们已经在做了。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先看看前2季哦。有没有一种味道，像执念一样，使你不惜走遍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去与它重逢？
新的美食与新的故事，与你再次相约，静候光临。活了，死了，又活了，又死了。啊，累了，不想玩了。放弃了吗？也不是，就是烦了，一直打打杀杀的。还是第一季日常好，每天都开开心心。那伏魔大会怎么办？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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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哦，弄错了。但不管怎么说，你能放弃这些人吗？发发牢骚罢了。你还真当我要放弃呀？为了这帮孩子，伏魔大会这下半场我接了。伸手触摸梦境中的火，看半生缠绕荆棘的我，淌眼泪却不承诺。Cause you got everything， 是全新的我，固执的勇气，天性即正义。Cause you got everything， 捍卫生命与荣誉，将自己燃烧殆尽。你都死了，怎么解？你不是来帮我吗？好，没有想到这个章节真的又热血又中二又很可爱。那接下来就有请这些主创上台来和我们一起见面。下面让我们有请纸飞机动画 CEO、两不疑动画导演、制作总监王峰斌。我修的可能是假仙导演江孝明。汉化日记监制李书杰，李林克的小馆总导演张甜甜，知行合一动漫 CEO 我家大师兄有点靠谱制片人李岩松，欢迎各位。那刚刚我们之前也看到了两不疑的第一季近期是完结了，大家喊的就是真的没有看过瘾，所以首先请王总为我们透露一下第二季的剧情，是不是要透露要的有点太快了？行。大家好，首先呢，我代表制作组感谢大家对两不疑的关注与支持。目前呢，第二季的制作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中。在第二季，我们还会保持大家喜欢的动画风格，同时呢，也会对美术设计和制作方案进行升级和优化。而在故事上呢，还原两不疑原著的主线故事，给大家呈现原汁原味的两不疑，是第二季我们的重点。同时呢，也会对原著的一些分支故事线进行适当的拓展和二次创作。比如说，像原著中人气很高，但是又没有什么戏的许家大哥，是我们可能重点在做一些剧情拓展和二次创作的重心。相信呢，制作组会给大家带来更好看的两不疑第二季，敬请期待。好，谢谢王总，相信各位一定会继续支持。下面问一下江导，我修的仙可能是假仙的世界观背景，可能要将现代和仙侠这两种风格进行一个融合。那在这个融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哪些阻碍呢？大家好。首先，我修的可能是假仙的原作小说，就是典型的混搭世界观，它讲的是安陵，就是讲的是身为凡人的主人公安陵去到仙界，读修仙大学的喜剧冒险故事。在动画的改编创作中，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把现代和仙侠两种视觉风格给混搭好，如何把青春片和动作片两种
叙事类型给平衡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参考了原作小说，原作用轻松可爱的喜剧口吻，去把混搭的那些内容统一处理成了搞笑故事。那么在动画中，我们也会用喜剧方式去，我们也会用喜剧方式去做，去解决，我们也会用喜剧的方式去解决，就是类型混搭的兼容问题。然后在人物的塑造上，我不管是凡人还是仙人，都会塑造成喜剧人。在视觉上，无论是仙界还是凡界，就是我们都会把它设计成适合喜剧表达的清爽风格。然后在类型叙事上，我们都会把无论是青春校园还是休闲冒险都会用喜剧类型来表达。就好比在刚才的动画中，我们为安陵设计了一系列叫随便练练、随便看看，还有随便弄弄的修仙技能。这些技能听起来没那么修仙，但是会带来混搭的喜剧效果。最后，我想代表重做动画的小伙伴，跟观众老爷们说，我修的可能是假仙这部作品会让大家在欢笑中感动，会在感动中惊喜的娱乐性佳作，所以敬请期待，谢谢。好，谢谢江导。今天您也是本来要随便跟大家讲一讲，说着说着看出来有点激动了，但是大家一定会非常期待这部作品继续和大家见面，同时也期待着在那些喜剧效果让大家一定会捧腹大笑。好，谢谢。接下来是一部既接地气又有梗的作品，很多人在看这个汉化日记的时候都会说，把装在我家的摄像头要拆掉。所以我们问一下我们的李子姐，好，接下来要问你一下，我们已经做到第3季了嘛？你们要如何的创作出这样的一部又能接地气又有梗的作品呢？其实就是这种搞笑的又真实的，然后又比较接地气的风格，一直是我们团队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气质。那我们觉得观众还挺喜欢的，我们就会继续这样做下去。那实际上，我想分享一点经验啊，就是现在啊，你不觉得有很多焦虑情绪，包括苦闷？我刚才看我们做的 PV 啊，指的底下黑压压的人，今天并没有，你知道吗？忽然心生了各种幽怨，然后，但我觉得就是打败这种负能量大怪兽，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就是笑话它。这样就能让这些大怪兽没有办法伤害到我们。所以说，也许《汉化日记》是我们这帮动画人治愈自己内心痛处的一个最佳良药吧。所以说，也特别期望看到《汉化日记》的人也能把压力得到一个释放，焦虑得到一个缓解。对，所以如果宋莫婷、天机星、地魁星能一直很久很久陪伴着大家，能够让看到《汉化日记》的人开心那么一点点，这就是我们会觉得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至少观众可以这样想，就是这世界上有这么一帮人，他们和你一样很痛苦、很焦虑、很烦闷，但是他们还得把他们内心的痛苦变成梗，还要做成动画，他们多惨呀！你这么一想就特别开心了。好。没问题，李子姐，我本来这段时间很焦虑的，你这么一说，我赶紧去看一看，看看你们到底有多焦虑。好的，谢谢分享。那接下来是李林克的小馆，是一部难得的美食番，我也没想到看 PV 的时候居然会看饿了。但是在第1季当中，除了展现我们的老板李林克的美食技能外，也讲述了不同的食客的故事。下面问一下张导，在美食部分我们都会怎样去选择，并且把它落在我们的故事当中来？而在第2季当中有哪些新的故事或者角色能为大家提前透露一下吗？我们在选择菜品的时候，我们会遵循小馆的初心，就是平凡的人物和充满人情味儿的故事。
然后再根据剧情去选择那道直击人心的、令人难忘的那道菜。为此呢，我和制作部门的小伙伴们往往从公司的会议桌 battle 一直到那个饭馆的餐桌上，然后会在美食的治愈下化解干戈，做出达成一致的那个选择。在第2季的故事中，小馆不仅会有老的面孔出现，也会有新的角色带来新的故事。我们第1季的时候，小馆展现了北京秋天和冬天的美景，然后第2季即将迎来温暖的春天和热情的夏天。在新的故事中，不仅会有更多的美味儿、更多的温暖，也会少不了更多的狗粮和更多的惊喜。希望小馆新的故事能以全新的面貌给大家带来期待中的味道。谢谢。希望这些美食一定要喂饱各位观众老爷们。谢谢，谢谢大家，一定要好好期待。接下来问一下我们的李总，我家大师兄的系列已经陪伴各位走到了第3季了。我们都知道续作想要保持好的成绩，其实也很不容易。你们觉得大师兄第3季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呢？是这样，大师兄嘛，已经到第3季了。关于难题方面呢，其实说还是在于原著上的一些情感的取舍然后呢，我们也一直在探索这一块儿，希望能有一个很好的权衡吧。因为已经到了第3季了嘛，所以说在这个画面质量上，其实应该算是会比以前好一些。然后呢，它又在这个剧情上呢，又到了这个伏魔大会的这个大决战的关键点，所以说这个在这个剧情上相对来讲会要燃一些。那基于这一点呢，就是怎么保留这个作品的趣味性，其实这一块也是我们一直在挑战的一部分。无论如何呢，大师兄这个项目呢，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把它做好。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大师兄第3季，谢谢大家。好，大家一起期待着伏魔大会的决战，抓紧时间到来。再次谢谢各位主创的分享，谢谢你们，谢谢，请各位落座休息，谢谢你们。那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愉悦之章》的 PV 发布，请看大屏幕。伟大的邪龙大人，是我打扰您的安眠，求求你借给我们力量，助人类讨伐魔王。我愿为此献上自己的生命，请您吃掉我吧，邪龙大人。可是，老夫是一只食草龙啊。我对自己的肉质很有自信，请务必品尝一下。你是有什么毛病吗？被吃掉了的话，你可就死了。能被您这样伟大的龙族吃掉，是我的荣幸。都说了好几次了，老夫不会吃你。老夫只是一只活了5000年的人畜无害的生物。那么邪龙大人希望我怎么死才不会给您添麻烦呢？我再说一遍，老夫既不是邪龙，也不吃肉。那看到了吗？那边的树叶和水果才是老夫喜欢的东西。我了解了，请用吧。你是听不懂龙话吗？那就这样，我把模板发给你，明早前发我邮箱。哎，好嘞。不知不觉都30了，唉，如果能发生点改变人生的事儿就好了。我还活着？难道说我练成了？
我的吧。纵使我们这么不同，是不是也可以琴瑟和鸣？一个人踏上行走的旅途，去看看那沿途的风景。我看你印堂发红，一定是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问题。我就找美丽，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女生，来到了全球最优秀的学校。这里一定有很多令人心动的相遇在等待着我吧。邻桌的这位帅哥看起来不错，可是为什么一见面就要爆杀？这位邻桌做的蛋糕好好吃，人也不错。等等，为什么学校里会有马？高大威猛，一看就是一条钢铁硬汉。只是不要抱住我的腿不放啊！这是第一个遇到我的欧阳特帅，看来也不是个平凡的人。看完了男同学，也要与女同学搞好关系，这就是代表青春的校园生活吗？为什么连你也要背叛我？命运啊，你就是要这样折磨我吗？我不相信。啊，那个散发着光芒的男人，我就知道上天是不会抛弃我的，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一切宝币。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我要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我梦想中的世界。天庭的神兽虽然一个个的膘肥体壮，但是凡间还有很落魄的神兽。为体现天庭的人道主义，本着以兽为本的宗旨，决定让你下凡去照顾那些落魄的神兽。我话讲完，你不反对吧？我反对。反对无效。下去吧您嘞！终于，我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的2893.64公里以外开了这家路人店。
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各位让人愉悦的主创们来到台上，有请食草老龙被冠以恶龙之名和暂停让我查攻略的导演刘思文，娃娃鱼动画创始人潘斌，节外动漫副总裁姚鑫，分子互动 CEO 徐博，仙王的日常生活导演欧阳石坤，欢迎各位。 首先，我们一步步来。食草老龙被冠以恶龙之名，这个名字就很有趣，所以就请刘导先为我们介绍一下食草恶龙和少女之间究竟会有一个怎样的冒险故事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片子可能有点特殊，它是一部日本轻小说改编的作品，然后它原作名字也很长，叫食草5000年的无害老龙，竟然无端被冠以恶龙之名。 好讨厌，这个祭品怎么不听人话？然后辛苦你们还简化了一下这个名字。是，然后他讲的是呢，有一只食草5000年的无害老龙，竟然被无端冠以恶龙之名，好讨厌这个祭品怎么不听人话的故事。明白，你刚刚讲述的让我感觉像再次听了一遍它的原著的名字，又感觉像听了一下这个动漫的名字。总而言之，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那同时，今天还带来另外一部作品，叫做《暂停让我查攻略》。 其中的2位主角呢，分别是30岁的打工人刘一诺和18岁的富家千金田恩雅，非常可爱的组合。您为什么会设计这样的2位女主的组合的形象呢？是这样，刚才大家可能看片子的画面也能看出来，这个片子其实是一个围绕游戏主题展开的那么一个故事。然后画面上面我们也是用引擎动画的方式来让它的画面更有游戏感一些。 然后关于为什么选择用这么2个主角的方式，有一点自己个人的想法吧，就是我也有一个小我很多的妹妹，然后我平常也跟大家一起打游戏，然后我是觉得跟她交流的时候，我会发现，哎，我这个年龄层喜欢的游戏，然后跟她那个年龄层喜欢的游戏可能又不一样，然后我们中间会有一些观念上的冲突，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玩的事情。 然后，所以现在的游戏发展啊什么的也比较成熟，各种类型的游戏也都会有。那我觉得，如果把这个东西做成动画，然后把一些梗啊也好，融入在里面，应该会是一个不错的事情。所以这个作品到时候播出之后，大家应该如果是游戏玩家的话，应该也能看到里面的一些游戏相关的梗也好，还是一些其他的东西也好，希望大家会心一笑吧。好，彻底贯彻落实艺术源自生活，谢谢您的分享，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问一下潘总，《萌妻食神》第3季当中，叶佳瑶的菜式难度是一再升级，也突破自己，尝试了很多异域风味的美食。在第3季当中，会有更为丰富的创新设定吗？那菜品的呈现和前2季会有什么不同吗？对的，因为我们其实这是一个美食番，在美食的基础上，我们加了情感，但我们每一季都会给它一些新鲜的东西，比如第1季可能会有叶佳瑶的冒险。 第2季呢，他可能在精灵的经营，然后第3季呢，我们又想给他带来一点新鲜的元素，所以我们给叶佳瑶他们安排了一趟西域之旅，所以他来到一个类似我们像云南西双版纳一样这样的一个地方，在那里呢，他会展开不同的这个美食，跟有一些异域的风情，然后完之后第3季呢，同时小景也会迎来他的伙伴，基本上我们在创新上做的还是蛮多的。 对，好，谢谢。那我们也期待在第3季会有新的故事、新的剧情和新的人物不断解锁。那接下来下一部作品《花开张美丽》是一个开放脑洞、风格独特的动画，就请我们的姚总为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想要创作这样的一部作品。大家好，我是节外动漫的姚鑫。然后《花开张美丽》这部作品呢，是一个其实内容挺清奇。 而且很独特的作品，然后原作的 DC 老师呢，本身也是一个脑洞特别大的人，所以希望大家看的时候可以多多吐槽，然后谢谢大家。
好，谢谢，希望大家多多吐槽，一定要先来多多支持，再次谢谢您。接下来要和我们的徐总聊一聊《有寿烟》这部作品，这是一部讲述了中国远古神兽在现代生活的故事，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在创作过程当中的最初设定，以及在创作过程当中的幕后故事吗？有寿烟的漫画版是2017年上线的，然后是我们分子互动飞人系列3部曲的第3部作品。那它是一个搞笑动画，搞笑漫画。然后，那我们的这个动画版是我们内部的动画团队准备了2年多的时间。他们把这个水彩和蜡笔的这样的效果相结合，这样的使我们的这个动画既有这个水彩晕染的效果，也有呢可以还原原著这些可爱的神兽们毛茸茸的质感。然后为了还原我们整个设定的主场景，我们的主创团队呢还专门跑到云南，边摸鱼边考察，然后记录了当地比较丰富的这些生态和这个物产，把这些元素都详细的呈现到了作品当中。那希望大家呢可以喜欢，因为刚才我在台下看弹幕，然后有人说是有刀烟，所以我要再强调一下，我们确实是一部搞笑动画。谢谢。好的，一定是一部搞笑动画。之前《飞人哉》在 B 站播出的时候就收获了非常好的成绩，我们相信《有寿烟》也一定会受到大家的喜爱。最后要采访一下我们的欧阳导演，《仙王的日常生活》的第2季现在还在热播当中，第3季的 PV 就开始和大家见面了。您或者说其他的主创们，大家的肝还好吗？现在关心一下身体状况。说实话，还挺干的。就李导把这个项目交给我们的时候，说实话我压力还蛮大的。但是现在第2季播出之后，然后居然及格了，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所以感谢大家，既然大家这么喜欢看的话，我会坚持继续干下去的。谢谢大家。对，这个干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注意身体，这一点很重要。那么问一下内容方面啊，在《仙王》第2季的故事是围绕妖界展开的，在第3季当中，王令和他的小伙伴们会面临到怎样的挑战呢？给大家讲述一下。就大家刚才看 PV 的话，然后看到了那个 PV 里头那个新的女角色，她就是我们第3季的一个反派，叫九宫凉子。然后她是从隔壁太阳岛，然后来到华侨国霍乱华侨国的。然后她就是来搞事情的，但具体搞了什么事情，就我还在没想好，不是，我还在创作当中，大家就期待吧。高情商发言，还在创作当中。导演一不小心把实话说出来，但是也相信第3季一定会和大家所喜爱的第2季一样，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也期待着第3季早日和大家见面。再次感谢各位的分享，谢谢你们。好，谢谢各位，请落座休息。那接下来为大家要带来一个非常重磅的信息发布，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哔哩哔哩副总裁张盛燕。各位到场的嘉宾，观看直播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我是哔哩哔哩的 Leo。我相信到这个点了，我们现场的嘉宾肯定肚子都已经很饿了。然后我们如果坚守在我们直播前的观众老爷们，如果还没吃饭的话，那我觉得真的是对我们国创是真爱。那最后这个环节还是有一些动画信息来带给大家。那我觉得看了刚才的一个开场小短片，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猜到了我这个环节的主题，那就是漫画。那视频为大家展示了哔哩哔哩漫画上的几部代表作品。哔哩哔哩漫画前几天刚刚度过了他的3岁生日，虽然这是一个年轻的平台，但已经积累了庞大的漫画作品库和创作者后备军。那目前哔哩哔哩漫画上一共有12000多部的作品，其中原创作品的比例超过了50%。那这些优秀的国产原创漫画，有的题材犀利深刻，有的设定天马行空，有的剧情跌宕起伏，都有着巨大的改编潜力，是我们国产动画创作过程中的一座不可或缺的内容宝库。
那我记得在去年发布会的最后一个环节，我们公布了 B 站和夏达老师的合作。那当时呢，也立下了一个 flag， 我们说我们会努力将更多的优秀的漫画作品以动画形式呈现给大家。那么今天其实也是照向我们过去1年的一个答卷。刚才开场短片中出现的是小魔头暴露了、战国千年、反派初始化和无脑魔女。那这些都是由我们哔哩哔哩漫画独立孵化的原创优秀作品。那还有一部非常有趣的作品，今天会带给大家的是《谎言》。那这部作品是由哔哩哔哩漫画引进的人气韩漫改编而成。那这些作品都已经启动了正式的动画化。那其中呢，小魔头暴露了改编自仙漫文化的同名作品，由娃娃鱼动画承制。讲述了一个魔教少主如何考取好人证的有趣故事。那《战国千年》改编自时代漫王兰迪鳗鱼的同名作品，由天宫异彩承制，讲述了高玩主播的有趣故事。那刚刚提到的《谎言》呢，其实改编自人气韩漫《皮囊》，由惠之刃制作。它的题材紧贴当下社会现实，讲述了一位因容貌而造成不公正待遇的女孩如何走出容貌焦虑困境的故事，相信也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启示。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几部作品的最新 PV。今日就将你等魔教徒斩草除根！堂堂魔教怎会坐以待毙？只要你能拿到一张好人证，就可以行走江湖，开山立派。哎呀，贷款还要恋爱，今天就可以下山帮你入学手续。我准备好了，下山入学。我给你安排了4位。道理。教主，叫啊！千万不要暴露你小魔头的生活，切记切记！魔教妖人，还不束手就擒！小只的杀人回炮呢？在你们之中出了一个魔教徒，要暴露了！要暴露了！要暴露了！这个要暴露了！在时间的长河中，只是一个节点上小小的不同，就会衍生出不一样的历史与世界。我可以试试统治天下。我看鸡大哥就是书中所载，刚出学府，正在周游列国、磨砺武道的学士，看终身侍候鸡大哥。玄清妹子，你趁现在。原来是个假学士。将他会消耗啊！什么声音？这是肉身剑和地锁的战斗。10步之内，人心敌国。不死不灭！足下冒死拦车，必有所求，不知所求何为？
我真的受够了。说什么内在美很重要，其实所有人都在说谎。你看上去真是比鬼还丑啊！长这么丑，怎么做人呢？长成这样，整容有毛用啊？我看还是重新投胎吧。看看你这张蛤蟆脸，我肯和你在一起，你真应该跪下来谢我。哎呦，你看他那衰样，连条狗都不如啊！他们根本不会试图去了解像我这样的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难以改变的面孔。韩小姐，你也一样，可以拥有新的人生。想不到，让我求死又求生的原因，终究还是这张脸。对，相信通过刚才那支视频，我相信大家都猜到了我接下来要发布的主题。对，昨天看过新闻的朋友们应该有所了解，有妖气漫画内容将全面并入我们哔哩哔哩内容体系。那我觉得哔哩哔哩寄托了大家的动画情怀，有妖气寄托了大家的漫画梦想。而为了更好地开启漫改国创的全新时代，我们选择将这两股力量汇集在一起。将有妖气正式纳入 B 站体系，并对其旗下的漫画作品进行持续性的改编和开发。那未来呢，我们也会与奥飞娱乐一起在动画电影开发、衍生品业态的拓展、线下活动运作等领域进行更多的合作尝试。那下面有请奥飞娱乐副总裁、有妖气资深顾问罗小新先生上台。好，各位现场的嘉宾以及网上的观众老爷们，大家辛苦了。其实去年这个环节，刚才说到是夏达老师，当时我在会后我就问了一下 Leo， 像这个环节一般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项目才能上来？那我们 Leo 老师就很意味深长的看了我一眼，说不定明年就是你呢。然后承你贵言，我来了。其实奥飞和 B 站有非常非常多的合作，比方说我们的灰太狼现在其实是 B 站知名的 UP 主。当然就是 B 站跟有妖气的合作更多也更深入，包括我们的《镇魂街2》是 B 站带独播。那么其实的确是在1年以前，然后Leo总有跟我提到有没有可能 B 站和有妖气可以有更深入的合作。其实过去的这大半年时间，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在探讨怎么样合作。我相信在座其实有一些我们认识的同事，包括瑞总、卡里都知道，我们探讨了非常多的方式。其实探讨越深，我们越发现其实就应该让有妖气并入到 B 站的体系里面。 这样才能最大的发挥它的价值，这也是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有妖气这么多的作品、这么多的粉丝，以及这么多一直在坚持的作者。那么最终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大家昨天也看到了新闻，很短的时间冲上热搜第1名，然后无数的粉丝在刷屏、也请回，其实这些东西都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我们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那么，作为有妖气的上一任掌柜吧，其实我对
B 站还是有很多的期许。当然，其实这也是我和 Leo 对大家的承诺，对粉丝的承诺。那么第一呢，就是我们希望未来有妖气更多的作品能纳入到我们的国创计划，然后有更多的番剧能出来，让今天刷屏的爷青回变成明年的有生之年。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奥飞和 B 站一起携手，有更多的合作，特别是在有妖气一系列的 IP 开发上，其实我们可以合作。刚才Leo有说到有动漫电影、有番剧，其实也会有更多的衍生品，包括主题业态，比方说文旅项目带给我们的粉丝们。那我希望这2点我们一定有机会做到。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对有妖气的一个运作过程中，我的感受非常深的就是责任重大，因为它真的是一代人的情怀。那么现在其实我们也算是正式的官宣，那在此我真的是把所有人、很多人心目之中的中国的国漫之光有妖气正式的交棒给到 B 站，交棒给到 Leo。对，我觉得刚像小新总刚说的，其实这个合作我们探讨了很长时间。其实我觉得那个在 B 站上国创最早的就是一批有妖气的作品，到我们去年和之前我们来合作《镇魂街2》，那其实我觉得我已经眼馋有妖气上面的内容很多时间了。那当然呢，就像小新总刚刚说的，那这一个平台确实汇集了我们一代人的一个漫画人的一个梦想，所以我也觉得这个责任非常大。那我觉得呢，当然有妖气融入我们 B 站的内容体系，对 B 站国创也是有着非同一般的一个意义吧。我觉得首先，就像我刚刚说的，这是一代动漫人的情怀所在。作为老牌的漫画平台，有妖气寄托了我们这个行业一代人多年的梦想和情怀。那我相信这次联合对于广大的读者观众，相信对于我们的各位同行伙伴，包括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那其次呢，我觉得这也将成为 B 站国创未来重要的能量加持。有妖气多年以来积累的极为丰富的原创漫画内容资源，会成为国创发展的坚强后盾。那最后，我相信这也将帮我们实现 IP 的最大化。未来我们可以充分发挥 B 站和有妖气的资源优势，对 IP 进行全产业链的系统性开发，探索 IP 的无限可能性。那我相信我说到这里，各位观众老爷肯定大家已经迫不及待，很关心。那接下来会有哪些妖气的作品陆续和大家见面？那请看大屏幕。这些作品都是让我感慨万分的作品，然后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镇魂街》10万个冷笑话厨风端脑、虎鹤。其实此时此刻我应该是心绪万千，然后。我希望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海报，我希望明年我们能看到真正的样片的 PV， 这个就靠 Leo 了。对，我们昨天做这个图的时候，做到这一张图，把大家那个内容放到一起的时候，我都已经激动不已了。但我们会陆续把这些作品用最合适的产能，陆陆续续的跟大家见面。好，那我们请小新总先落座。好，谢谢 Leo， 谢谢哔哩哔哩。那最后呢，我想借此机会，我想和各位观众老爷们说，请保持对我们国创的信心，我们会继续努力，持续去做出值得大家追的动画。那我也想和漫画作者们说，好的内容一定会被大家发现，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把优秀的作品以动画的形式触达更多用户，让大家的宝贵创作得到回报。那我也想和各位坚守在国产动画领域的战友们说。B 站坚定不移地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一起做出好的国产动画。我也相信我们一定能把国创做好。谢谢大家。好，谢谢您2位刚刚在台上为大家讲述了让很多人、很多观众，包括很多年前最早在有妖气上就在看漫画的我，听上去心潮澎湃的内容，也期待在未来在 B 站这个平台上看到更多优秀的作品。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影响了很多的人，在未来会影响更多的人，让更多的观众老爷们喜爱上。再次感谢各位。今晚的作品发布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在发布会的最后，让我们为所有的国创动画作品点亮追番特效。
各位直播间的观众老爷们，追番点亮，自己追的番一定要好好看完。那最后再次感谢各位，感谢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各位主创老师们，感谢所有为国创动画倾尽心血的动画人们，感谢所有关注支持国创动画的粉丝们。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力量投入到国创动画的行业当中来，国创动画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认可。感谢所有爱动画的人，你们的热爱与坚持都是最坚定的力量，也期望国创动画的未来能够越来越好。而今天我们发布的所有作品，在未来都会陆续在 B 站上线，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即将上线的追番页面，了解每部作品的详细信息。Made by 哔哩哔哩国创动画作品发布会，我们明年再见了，拜拜，谢谢各位。再次谢谢各位到场的主创，谢谢直播间的各位观众老爷，谢谢大家，拜拜。